開珍珠文盒，打卡網紅塗鴉牆，睇最美河畔夜景。南開旅水一日遊攻略嚟啦！第一站愛琴珍珠文化館，一間以珍珠養殖同珍珠文化知識為主題嘅文化館。一行入嚟就俾呢度悠閒舒適嘅環境吸引住，喺呢度了解咗關於珍珠嘅形成同歷史，仲可以親自打撈珍珠蚌，開珍珠盲盒，真係太好玩啦！開出嚟嘅珍珠可以做成獨一無二嘅飾品，仲有珍珠成品可以購買，太適合帶埋閨蜜一齊嚟感受珍珠嘅魅力。喺度可以玩足半日。第二站竹仔園牛仔農莊，旅水本地人推薦，喺度可以食到新鮮嘅牛肉、清遠桑拿雞等，真係太滿足啦！最後飲翻碗湯，回味無窮，環境同七品都超讚。食完晚飯打卡第三站旅水藝術河畔，有超七片嘅巨型塗鴉牆，好多人專門過嚟打卡，仲可以欣賞旅水最靚河畔夜景，真係好似行入畫卷一樣，享受呢份寧靜同璀璨。呢度仲有熱鬧嘅市集，同好多舊廠房改造嘅特色店鋪。周末如果仲唔知道去邊，就嚟旅水行下啦！